你覺得你係拍緊拖定係湊緊仔？點解有女仔覺得自己喺戀愛中成日都需要教育自己嘅男朋友呢？今年第4季，外國有一個比較多人討論嘅兩性話題，女仔已經喺愛情中感到筋疲力盡，原因在於需要經常指導伴侶。有啲調查統計甚至話超過70%嘅女性都表示認同，而最常見嘅一個情況就係厭倦咗要表達俾男朋友聽自己嘅諗法同感受，講咗對方未必明，唔講對方就一定唔明。而當中其實帶出咗 man keeping 呢個概念，即係女性喺異性關係中承擔大量無償嘅情緒勞動。從更大型嘅美國研究都的確見到，女仔比男仔更加認為拍拖呢件事係好難搞啊。咁呢類情況其實背後針對緊嘅係情侶之間嘅回應性。總結今年接觸到所有嘅諮詢個案，其中一個比較大嘅主題就係女方投訴另一半對所有嘢都冇反應。感情研究嘅權威 John Gottman 喺華盛頓大學嘅 Love Lab 之中進行咗長達40年嘅情侶互動觀察研究，佢就發現一段感情好唔好，最緊要係日常中嘅 Beats for Connection， 就係你有冇接住另一半想同你溝通交流嘅信號。一對幸福嘅情侶回應率係高達86%，而唔係好幸福嘅戀人呢，只有大約30%左右。如果再具體量化一下，一對關係好嘅 couple 喺10分鐘嘅對話入邊會有100次嘅互動，而將會分手嘅情侶只有大約65次嘅互動。Gottman 就認為呢啲 Beats 交流嘅信號係維繫感情最基本嘅單位。佢更加形容兩個人能否長久一齊，不在於有否衝突，而係你哋能唔能夠更主動、更願意回應你愛人喺日常中對你作出嘅溝通邀請。一對情侶肯爭執都係好㗎，因為鬧交本身就係回應嘅一種。